朋友以為我成日做 facial， 所以皮膚靚咗，其實我冇，淨係靠飲咗膠原蛋白粉。點解可以咁神奇？嘴角嗰條深深嘅紋都淡咗啲，啱啱想買多2包，見到佢哋冇晒貨，知唔知佢哋幾時翻貨？輕輕介紹完呢一個 Nakamura 酵素膠原蛋白粉，搞到唔小心斷咗貨，好多人想回購都買唔到，而家佢哋終於補貨啦！頭嗰批搶到嘅人已經飲出效果嚟啦，食完個個都係咁同我講，食到個皮膚飽滿晒，條髮令紋都淺埋，全身皮膚又白又滑又有光澤，連指甲頭髮都生得好靚。夏天咁熱咧，我都搽少咗 body lotion， 但原來我睇翻啲相咧，我全身嘅皮膚係識得發光，摸落去咧係又滑又彈手。好老實講咧，我係風雨不改，每朝都有食佢嘅。我而家已經係飲緊第4包，總之將佢加入任何嘅熱飲咧，佢就可以完美地溶解。呢一個 Nakamura 酵素膠原蛋白粉係世上唯一最純最高濃度嘅100% 純正骨膠原，係用咗7個月嘅時間喺牛骨嗰度提煉出最高濃度嘅初榨 collagen， 個濃度仲要高過豬骨1.5倍，堅係冇雜質冇腥味，連甜味都冇，孕婦小朋友都食得，甚至連我隻貓都食緊啊！無論你係咩年紀都包你吸收到，仲要大包，一包食到1個月，性價比極高。